哦，太平天国，天父上帝一喜，恩吉和睦。你看一喜呢，从右到左嘛，太平，你看从右到左，所以恩吉和睦，和睦也是从右到左。永定乾坤，八呢，然后左边永喜就是四天禄，八位万岁啊，真王贵妇，救主就是佑主，主王余笃，天王弘日，天兄基督，洪秀全呢，天王弘日。那你看哦，女状元呢，是童养媳耶，13岁就嫁给那个小她6岁的，7岁而已哦的小丈夫了。那小丈夫到了12岁就去世了，还不到16岁成年，你看就去世了。这个女状元叫傅善享，金陵人呢，清朝末年南京人，金陵人。哎呀，命运怎么这么悲惨呢？南方会有太平天国的地盘呢？